各位爸爸媽媽大家好，復活節假期就到啦，唔知道大家係咪已經訂好機票，準備帶小朋友去日本睇櫻花，或者去泰國旅遊放鬆一下呢？喺香港做學生壓力大，做家長更加攰，難得有一個長假期，想帶小朋友去放開身心，睇睇出邊嘅世界，呢個絕對係人之常情。但唔知道你有冇呢個咁嘅經歷？旅行翻嚟呢個禮拜，屋企嘅氣氛反而比出發之前更加緊張。小朋友翻到香港之後，人雖然坐喺書台前，但係靈魂仲停留喺大阪同埋首爾。早上嗌唔醒，夜晚做功課做到3更半夜。最令家長頭痛嘅就係長假期第一次默書同埋測驗，成績往往係大倒退。呢個時候，屋企人難免會有一種罪疚感，我係咪唔應該帶佢去旅行？係咪我害咗佢呢？今日呢段影片，我想同大家傾下點解長假期外遊會成為香港學生嘅成績殺手？我哋又應該點樣喺陪孩子睇世界同埋維持學習進度之間揾一個完美嘅平衡點？我哋要明白，學習係一個慣性嘅過程。香港嘅學制節奏極快，復活節過後緊接而來就係校期嘅統測同埋期末嘅大考。旅行時，大腦處於極度興奮同埋放鬆嘅狀態。一旦返到香港，就要喺每日自助餐玩主題樂園嘅節奏，轉眼間切換到背英文、背文言文嘅公式。唔講壞小朋友啦，就連大人上班都有假期症候群。但小朋友嘅自控能力比我哋弱得多，呢一種節奏嘅失調會令佢哋產生唔想學習嘅情緒。好多家長覺得只係去5日返嚟補救一下就可以，但事實上呢5日小朋友嘅大腦係完全處於停止處理學習嘅信息。根據記憶曲線，如果5到7日完全唔接觸相關嘅知識，原本學過嘅內容就會遺忘50% 或以上。等佢哋返到學校嘅時候，老師已經教緊新嘅課題，舊嘅唔記得咗，新嘅跟唔上，挫敗感就會接踵而來。好多香港家長嘅外遊行程非常之緊湊，返到嚟香港之後，小朋友嘅身體極度疲累，疲累會直接影響專注力。呢個就係點解好多香港嘅學生喺復課之後嘅第一週測驗考試嘅表現會特別差，因為佢哋根本大腦未叉足電，反而喺旅行中用晒所有嘅電量。咁唔通我哋真係唔去旅行咩？梗係唔係啦！旅行嘅意義在於閲歷，呢個係課本俾唔到嘅。但作為家長，我哋需要一套軟着陸嘅策略。建議1：預留緩衝期，千祈唔好喺開學前最後一個晚先飛返嚟香港。我建議最少預留1至2日嘅居家緩衝期，呢2日唔出門，用嚟調整休息、整理行裝，讓小朋友嘅大腦意識到假期模式已經結束，生活要重回正軌。建議2：旅行中嘅微學習。旅行唔一定完全拋開書本，每日起身或者瞓覺之前安排15至20分鐘嘅輕鬆閱讀，或者溫翻幾個嘅英文生字。呢個唔係淨係學新東西，而係維持大腦嘅學習模式，唔好令到大腦完全熄機。建議3：建議復課清單。喺旅行結束前一晚，同孩子寫低返到香港之後要處理嘅3個學習任務。呢個就係一個心理暗示，俾佢哋要建立心理準備，減少返到嚟香港之後嘅混亂感。家長們，旅行係為咗走行更遠嘅路，而係唔係為咗斷學習嘅路。我哋愛錫小朋友，所以帶佢哋去睇出面嘅世界。與此同時，我哋亦都因為愛錫小朋友，所以要幫佢哋喺現實嘅學習壓力裏面學識點樣管理自己。呢個自律先至係我哋俾小朋友最好嘅紀念品。希望呢個分享能夠俾到一啲睇法。趁住呢個復活節，無論你選擇留港休息或者飛向外地，最重要係家庭嘅連結同埋小朋友嘅身心健康。如果你覺得呢段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點讚同埋分享俾身邊嘅家長同埋朋友。亦都歡迎喺下低留言俾我。今年復活節你打算帶小朋友去邊度？或者你嘅小朋友以往有冇遇過旅行後遺症嘅情況？如果有，你係點樣處理呢？如果你想收到更多有關學習策略同埋親子成長嘅分享，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段影片再見。